跟释迦牟尼得的道一样，请问道理一样，哪里一样？什么一样？啊？道一样嘛？问题就是答案嘛。我们得的道跟观世音菩萨、跟释迦牟尼佛得的道一样。啊，曾经有前人就问了，请问一样在哪里？什么一样？就是道一样嘛。什么是道？无生空性。观世音菩萨从耳根契入真性，契入无生，契入空性。无生就是道，空性就是道。我们从明师一指点一指玄关契入真性，契入空性，契入无生。无生就是道，空性就是道。那么有的闻香，有的药王药上，他们尝药味而契入空性，不25圆通，每一位菩萨从不同的法门都契入空性。空性就是道，就是一样，一样在道，法门可以不同，但是得的道是一样的。照见五蕴皆空，都是悟到空性。然后我们没有真正的开悟，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哦。我们是天命加持，佛力加庇哦，一指当下根尘顿断，契入无生，这个原理跟诸佛菩萨他们开悟见性的原理是相同的，都是根尘不偶，契入空性。所以我们求道之后要怎样？终日练神光，这个叫做先得后修。我们是先得后修，他们是先修后得，但是得的都一样。请问是法门一样还是道一样？道一样，我们得的道都是一样，得的道是一样。所以玄关教是不是道？玄关教是道吗？玄关教是法还是道？玄关教是法，所以叫三宝什么法？心法嘛。借由法而悟道，一指当下根尘顿断，契入无生，无生才是道。所以不要把玄关教当作道。如果把玄关教当作道，请问我们人死了，玄关教还在不在？在嘛？啊，玄关教怎么会是道？玄关教是法，所以玄关叫做入道要门，入道的要门啊。所以一指玄关契入道，那个无生，那个空性，那才是道。哦，啊，所以我们讲那个三宝，不要只停止在那个三个名相。哦，当然讲给新道亲还可以了哈，但是我们老道亲一定要更进一步，要去探讨三宝它的内涵。哦，那么三宝的修持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功课了哈。那么自性禅迷啊，如果一直在相上说，哦，就很多老道亲不敢讲三宝，啊，或者有的讲。这么简单的题目，我已经老道亲了，还叫我讲这么简单的题目？三宝怎么会简单呢？三宝最不好讲，哦，三宝真的最不好讲。你要讲的深入啊，讲到让对象听到恰到好处，哦，初学的你要让他听得懂，啊，那个能做脑参的老道亲，你不只让他听得懂。让他有感受、有体悟，你要更进一步再讲。所以三宝不容易啊，包含千经万典。整个办道过程，或许在学讲六祖坛经的时候，都觉得哎呀，六祖坛经就是在讲办道过程了。你研究金刚经，哎呀，金刚经就是办道过程了。你研究能言经，能言经就是办道过程了。所以办道过程好好研究，你把办道过程弄通了以后，
那每一个细节你把它弄清楚，你去研究一切经典，太容易了。而且要研究经典之前呢，先把三宝弄清楚。三宝就是救生圈呐，三宝是救生圈哦，把三宝弄清楚了。那么经典佛经是什么？佛法像大海啊，你不把救生圈套上去，你不会游泳，跳上去跳进经典，你会淹死的。就很多人淹死在佛经里面了。三宝没有好好研究，就研究佛经。一研究佛经，哇，佛讲的这么殊胜，就到佛教去了，淹死了。所以好好研究三宝，套上救生圈，你再跳进佛法大海，你会悠游自在。什么经典你都看，法华经也无所谓啊。你研究法华经后，你才知道原来整个办道过程就是法华一会啊，唯一佛圣，无二亦无三啊。老师就是传这唯一佛圣，一指点当下，一指当下成佛。但是我们没有真的成佛，那个道理啊，成佛的道理是完全相通的。《金刚经》怎么讲？离一切相，则名什么？则名诸佛。一指当下离一切相，所以一指当下成佛，一指成佛，就是理论上是这样啊，一指成佛。所以老师传的真呢，再来呢，我们三宝我们在修的真，一定可以证得佛果，必定可以成佛。好好依老师所传的三宝去修持，必定成佛啊，必定可以成佛的，因为跟成佛的理论完全符合。好，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。听无记曰：心地无非自性戒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金刚，生去生来本三昧。那么这个心应当是指真心了哈。你看真心，再来初能变，变成阿赖世，再变末那，再变成第六意识啊，前六识哦。所以这个心，这里的心是真心。心经上所讲的心无挂碍的心，也是真心啊，真如本性了哈。因为真如本性呢，它能生万法嘛，所以用地来做比喻，因为地能够生万物啊，所以心地无非。真如本性无染着，就是自性界。那么心地无痴啊，自性慧。真如本性没有愚痴，因为本觉是本有的，是吧？这个就是自性慧啊，就是自性本戒，自性本有的慧，自性本定